文具、家电、服饰、书籍，上万件大大小小的东西。放眼望去，40几平大的空间里应有尽有，宛如迷你百货。虽然说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市场啊区隔化，但我们就做最大的市场，谁都可以过来。我们这里每一样东西你都找得到。这个二手商品的跳蚤市场，徐正全夫妇经营了15年，货品都来自爱心捐赠，却也不乏名贵的限量品。它是全球限量，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全球1000个，那 Made in Japan。从华航内部开始的义卖，秉持着客家人惜福爱物的精神，响应环保不浪费。10年来捐款上千万，热情更是浇不熄。就是我们没有小孩，所以我们就把这里的时间呢，照顾小孩的时间跟精力都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太太说，这些通通都是他的小孩。所以样样都是宝，以低于市价1半甚至更低的价格，希望让旧爱变新欢。一个东西会用到多钱吗？这东西要很多钱吗？唔会，其实 Q4。就是二手的，对不对？那压还几多钱？100元。100块啊！所以100块可以买到咖啡机啊？对啊。采访期间，零星客人上门都是只看不买，凸显经营困境。在4月以前，我是有薪水贴，那没关系，现在还有退休金可以贴了。当然贴到一个程度，可能就真的要收摊打包回家。热情和傻劲还有，却也得有人响应，环保公益的理念才能传递。跳蚤市场的存在，其实代表着一个城市的进步象征，因为这也反映了民众对于资源回收再利用爱物惜物的教育认知。这对夫妻花了15年做这一件事，但他们说革命尚未成功，还要继续努力。一个东西我用到多钱嘛？唔會，佢係 Q4。一個東西我用到多錢嘛？唔會，佢係 Q4。